離開林芝，我哋會去拉薩。拉薩係西藏最繁華嘅地方，呢度有大家估唔到嘅高樓大廈，同時亦都有世界文化遺產布達拉宮。參觀布達拉宮之前呢，係需要安檢嘅。附近呢會有好多路人呢揸住一沓沓嘅1蚊紙，主要呢就係俾善信呢兌換嚟添香油嘅。不過呢，聽導遊講呢，就係需要收手續費，大概係20幾個 percent。布達拉宮呢係世界上海拔最高、規模最大嘅宮殿，建於公元7世紀，係歷代呢達賴喇嘛嘅聚居地。外牆呢主要嘅顏色呢就係紅色同埋白色，亦都可以叫做紅宮同埋白宮。外牆嘅質地呢主要係朱砂同埋牛奶，保養費呢相當之高，一路呢鏡頭影住呢都有相當多嘅梯級。達賴喇嘛呢嘅地位非常之高，古時呢佢係唔會行樓梯，沿路呢都會騎驢仔。嚟到呢個位置呢，就會由龍路孭去上去。喺古代呢，西藏人類嘅等級呢會分為9級，龍路呢係屬於第9等，身份呢係非常之卑微，咁所以佢哋做嘅嘢呢就會係同驢仔或者牛羊差唔多。鏡頭見到黑色嘅呢，就係一塊擋風布，係由牦牛嘅毛呢去製成嘅。牦牛呢係生活喺高海拔，咁所以佢嘅毛呢係好擋風。接住落嚟呢，會見到布達拉宮裏邊嘅建築，雖然呢已經有好多年歷史，但係見到呢仍然係好堅固嘅，有一啲入榫位。之後呢，我哋會見到一隻窗，咁由光透入嚟呢，可以睇到呢個外牆呢係非常之厚，亦都可能係因為起得咁厚嘅原因呢，即使咁多年嚟呢受到風吹雨打呢個建築呢都係保持得咁完整。接住落嚟呢，見到呢一個位呢，就係一個馬桶，就係當年呢達賴喇嘛遇刺嘅地方，可以見到呢係相當之深。嚟到呢一度呢，就係最後可以拍攝嘅地方啦，因為進入咗呢個白宮之後呢，就係唔可以影相，亦都唔可以錄影嘅。白宮呢，就係達賴喇嘛呢辦公嘅地方，佢哋呢會喺度接待一啲好重要嘅人士，例如古代嘅時候呢，就會接待慈禧太后，依家呢，就會接待各國嘅總統或者係一啲政要。裏面呢，仲有一啲壁畫同埋佛像。白宮嘅頂頂呢，會有金箔嘅建築。離開咗白宮之後呢，我哋會沿樓梯落，見到一間手信店，裏面呢有一啲開光嘅手串，亦都有撞香粉。有興趣呢，可以買嚟做手信或者做個紀念。出返嚟呢，可以由高處望到附近嘅風光。之後呢，我哋就沿住出口同埋轉經筒離開。轉經筒呢，就係佛教常見嘅祈禱法器。轉經筒呢，內藏經文，每轉一圈呢，就等於念咗裏邊嘅經文一次。象徵呢累積功德同埋消除業障。轉嘅時候呢，心情要保持平靜同埋要順時針。由布達拉宮行大概15分鐘呢，我哋就可以去到魯光明茶館。呢一間呢唔係什麼嘅網紅打卡熱點，主要呢就係一間街坊嘅茶館。裏面呢空氣就唔係咁流通，台呢就比較密集，會見到侍應呢揸住一個一個大茶煲，裏面裝住嘅呢就係甜茶。好多街坊呢就會喺度點杯茶，跟住喺度吹下水。甜茶嘅價錢呢係1蚊一杯，相當親民。之後呢，我哋會經過八廓街，食咗一個好出名嘅桂花 cheesecake。拉薩周邊呢有好多景點，雖然呢度冇地鐵，巴士呢亦都唔係太方便，但係呢佢嘅公路呢起得非常之好。當中呢最為人熟悉嘅呢就係318公路，係中國最著名嘅景觀大道之一，全長呢5000公里，由成都做起點，一路呢攀升至到青藏嘅高原。當中呢最靚呢就係西藏呢一段路線，因為中間呢會穿越好多嘅森林同埋湖泊。而鏡頭而家見到呢條隧道呢，雖然唔屬於318公路，但係呢都係好完善嘅。呢條呢就係米拉山隧道，咁佢全長呢就係5727公尺，係世界上呢海拔最高嘅特長隧道。喺政府呢咁願意規劃道路之下呢，其實呢吸引咗好多遊客，方便呢我哋可以去到唔同嘅景點。當中呢，我覺得最吸引嘅景點呢就係羊湖。羊湖嘅海拔呢係4400，湖岸線長達250公里。有多個嘅觀景台，無論係喺高處望落去定係水平線咁樣欣賞呢，都係一樣咁靚嘅。羊湖嘅海水呢係碧綠色，好似呢寶石咁樣嘅。我哋當日去呢，天氣呢仲要好好，
陽光呢照落呢個湖水度呢係閃靈靈嘅，遠望呢仲有雪山做背景，嗰度呢就設置咗一啲打卡位，例如好似呢架車，但係呢影相就要收費嘅。喺西藏周邊嘅消費呢，主要都係用微信，好大部分呢都唔接受支付寶嘅。若果呢好似鏡頭影緊呢啲大型餐廳呢，付款方式呢就會比較多啲，而且呢仲會提供歌舞表演。另一個呢，我印象比較深嘅景區呢，就係納木錯，觀光車呢只有一個站，就係直接去到風景區。但係沿途呢，你見到任何一個位置嶺呢，你都可以同司機講落車。呢一度嘅海拔呢係超過4700，周邊呢係冇遮冇擋，所以呢係非常之大風。但係呢，可以望到結咗冰嘅湖面，仲有後面壯麗嘅雪山。有興趣嚟嘅朋友呢，就必須要做好擋風保暖。如果呢中途覺得唔舒服嘅話呢，就可以去休息室度聞下氧氣。但係呢，就冇任何嘅商店可以補給。咁今條影片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